女人在触摸她素未蒙面父亲的遗物时，竟然惊奇地看到死去多年的外婆突然现身，还温柔地给母亲梳着头。一瞬间吓得利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恨不得赶紧离开地球。逃避的路上，他遇到了扎康这个拦路虎，可他现在已经不敢打听父亲的过去。扎康断定他一定继承了他父亲的能力，于是让他拿出项链。随后他双手紧握利弗的双手，突然周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无数孤魂野鬼四处飘荡，同时在游魂的视角里也能看到他们。虽然扎康看不到利弗眼中的景象，但他能真切地感受到利弗的惊慌。惊慌之余，一辆破旧的火车急速向他们驶来。人的本能反应必定是在第一时间躲开，不过此时的扎康却死活都不肯撒手。其实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只是想让利弗接受现实，勇敢地去面对。有了利弗这个红外探测仪，扎康对找到地狱恶魔更加有信心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。一辆与擎天柱同款的货车向他们冲来，将他们乘坐的汽车撞出108000里。通过碰撞，扎康进入了另一世界。黑暗中，泡面头女孩向他求救。看到恶魔的出现，他面露恐惧，立刻将女孩抱在怀里。这一刻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恶魔带走女孩，自己却是无能为力。突然，他被惊醒，回到了现实。而刚才的那个小女孩，一定与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此时的利弗与查理被困在了车里，附近的高压电线被人操控成了精，来回摇摆，令人呼吸急促。扎康伸出右手，虔诚施法念咒：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昊天正气，万法归宗，波耶波罗蜜。高压线似乎听懂了他的中式法咒，突然消停不动了。见时机成熟，查理首先把利弗救出。就在他也要撤离时，高压线摆脱控制，一击贯穿了他的胸膛。生死看淡的扎康并没有过多悲伤，他带利弗回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，也是利弗父亲的魔法实验室。这里不仅有大量的经书，甚至连命运博士的黄金头盔也在这里。更神奇的是，利弗在镜子里竟看到了自己的父亲，经过对比才发现父亲仅出现在镜子里。扎康告诉他，镜子里的时间线盘根错节，你所看到的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场景。通过查阅资料，已经知道了恶魔的身份，他叫伏羲法，能够控制电力与尸体。他一边讲解，一边让利弗拿起项链。突然感觉到一阵刺痛，鲜血滴到地图上，血液如有灵性一般开始流动，最终在地图的某一个地址上停止。原来这里就是恶魔的下一个作案地点。想要避免悲剧，除非用利弗做诱饵，引恶魔提前现身并将其封印。而此时基地却有人来拜访，利弗回头后差点没吓被唾弃。查理不仅没死，甚至精神还很饱满。现在搭档回来了，是时候该去收拾恶魔伏羲法了。